是换中吼，自然就会当教。咱看一下这个丸仔吼，头2岁半时阵的阿五，2岁半影片。塞啊个来咧，哦，真好哦。白声，你可以换一个白声，就是我拢伤空，来囥伊身躯顶。我是连衫底裤裤，叫你会当比。跟这个，你看到三个这个，对，所以因就是感觉汉语上讨厌，嘿啊，这就是因阮性格落马字，爱了解无？哈，所以这嘛是各位叫做time的时间点爱抓好，伫学宝宝学英语进前爱先教台语落马字，因个人嘛一个问题，嘛有一寡老师一寡家庭讲，啊，因为伊学英语救去吼，迄落马字英语，迄个共款。因为你先会学英语了，再个学台语，伊就误会英语，过来咱做个英语老师家己学班，譬如讲啦即个咱英语内底，即字，即字咱台语读做 A 对无？其实是对的啦，英语读做啥？伊是字母名称啊，但是你英语的两呢，你读做啥 ？A， 所以英语内底伊的发音叫做 A 啊，E 是个字母名称，字母名称，知无？这是两观念，足侪英语老师都读无好，英语老师袂晓教，知无？这字是字母的名称，字母名称叫做 A B C E， 安知啊？但是伊实际的发音是 A 较侪啊。所以像这个时阵，咱就爱用这个 EGG， 甲囡仔讲，就后边呢 A 个呢，过来你大声安怎讲 elephant， 你敢会念 elephant？ 袂啊，所以是英语老师教唔对伊，知无？英语老师教对就看出咱台语来，了解吼？所以咱台语是对的，是英语老师问题，足侪老师都英语无啥了解啊，伊误会啊，人是读 E， 你来读做 A。你记这个就好啦。所以像这呢，我囡仔无迄个问题啦。我就讲啥物英语、台语会应付、会应用的，无迄个问题。我咧教台语，白话教完了，等伊拢足熟啊，了呢才开始教英语。了，教英语讲的时阵，咱就共款啊。英语字母名称叫做 A B C， 迄伊念 A B C 的时阵，但伊实际发音你就记一个 L 粉囡仔拢知啊。了解无？迄是英语较特别，过来英语内底有咱遮一个字母本来发音，咱台语通常一个字母就对一个发音，即个观念甲囡仔讲，咱就拢听有嘛，了解啦所以我讲，迄是教我的问题，即摆足侪小学你教台语，因都毋捌，因拢用传统过去你教保好讲教汉字迄个方式来你教台语，搁来教台语就嘛是。当然，囡仔就较袂傻傻，因为老师家己就袂晓啊。为人的
鱼啊吼，伊嘛无一定爱安尼哦，嘛无一定安尼，就是看你感觉你的鱼啊是爱安怎展现拢无要紧吼。来，即马想象你即只枪，因为伤热，所以才有一窟水。你的头前就是一窟水，啊，即只枪吼，就喺伫咧一窟水伫遐咧安尼喷安尼烂咧洗身躯吼，来开始啊哪叫哪喷。哦，伤热，动物拢会伫咧水窟内底伫遐烂嘛吼。即只枪袂歹，拢有想要交朋友。哦，伊会四界烂烂蛇，哈。来，咱来想象你是一只鸡，来鸡啊，哪叫？鸡会叫声，哈。啊来，请问鸡公跟鸡母敢有啥物差别？无共。鸡公有迄个鸡过，啊鸡母无对无，所以咱若要演鸡公的时候，你可能有鸡一个嘛。啊你若演鸡母，因为无迄个鸡过，你就毋免嘛对吧？吼，好，所以请我毋知影你即摆要演公的母的，吼，所以咱会当看手势，知讲啊你就是公的母，啊你要演母嘛无要紧咯，吼，无一定是讲咱。哦，我是查甫的，啊，不一定我就要演查甫的啊，我嘛会当做查某的，哈，所以即马只鸡顶叫，来，请你配合后的动作来开始。哦，喂，嘿，真有力的哈，单电有力，啊，喂是伫安尼，哈，袂歹袂歹。我有发现这只鸡吼，那嘴比较变大。恁遮拢来先拜的，我伫遮讲这，真歹势，真歹势，小弟含万无缘，望恁大家斗头家。所以呢，头一步就是咱爱叫囡仔声。咱在叫囡仔声，才有你的情绪、你的声情、你的开口。若讲着喜的，你就爱笑；若讲着悲的，你就爱跟咧哭，哭到愈来哭，互囡仔们同情你，这是上要紧的。再来就是角色的扮演，要怎做一个角色？故事内底要怎构成一个故事？一定有人物，一定有情节。人物就是角色啊，角色。逐叫你也拢共一个声调讲话，安尼袂成人啊！咱查甫咱来叫查甫，老人来叫老人，对无？啊，囡仔咱来是囡仔，后边拍着了对无？你来做咧话，台湾囡仔出头天赞，啊你答案分，你就是赞，头一届是一个赞，第二道你就搁接个台湾囡仔。出头天赞，第二道，所以你就输啊，因为你是画，你画台，歹势，我较老，我未看到啊，我今年83岁了，好，台湾囡仔出头天赞，台湾囡仔出头天赞，台湾囡。出头天赞，完音。对，我袂听，我是咧想讲，所以我愈侪人愈老顶个。你看这现场的哦，无彩排的哦。好咯，做人是啥物声？做来，隆隆的鼓声，哔哔啵啵，哔哔啵啵，嘿是啥物声？嘿是雨水的呼喊声。
读遍了，因拢会了。到你就因个家，你看伊个伊个豆豆行，有冇得行？好啊！对吧？给说一个自己的公平的。开出细细的花蕊，开出细细的花蕊。再来大夫餐哦，大夫餐你拄则讲我动作做大有无？顶礼拜语文老师是有甲咱教迄个，你的肢体，所以你家己爱先活动好。你若家己无法度，你就莫整较大句的，我会整较大句我就会大裤餐，大裤餐，亚经济，亚经济，会记爱压水，会记爱水，开出大大的花蕊，开出大大的花蕊。你会参钱变做大句啊！你若感觉讲，趣味啊，你会加强摆拢袂要紧，你嘛会当有中句的，你家己中句的我就跟你会当安尼比啦，当然你嘛当想要烦，中句的就是莫较大，你个下步就莫较大，安尼为细句的、中句甲大句的。红来线线，伊捡着一个东西啊，真感觉真好。我启动这个心术，想要来找看卖来环境行行呢，看会当心煞，捡着一寡有缘人来做来土地啊无，来即摆呢为着要互大家莫甲我觉奇怪，我就甲变做一个老查某人，砰砰砰就变啦吼，来就变安尼行，就行，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囡仔出来，这个要叫啥名？叫阿文啦，好无？阿文嘞。你敢知影我是啥物人？我顶讲有名声，下讲有出名，我是阿文啦。你若随讲外口讲讲台语文界，拢就知影。即摆伊个来这个所在，散步西看有啥物好耍的物件无？看一个囡仔来，看这个囡仔来试看这个囡仔，甲我有英文无？袂好，我就加无伊挂到，哎呦，挂到，挂到一只，哎呦，我头前有一个阿伯啊，摔到一头涂骹，好，我去来甲扶起来，阿伯啊，安怎啦？起来啦！有够重的，这阿伯够现重的哈。咱阿伯毋是拢去落，无要开龙猫的哦。好，要开我这骨头老骨头，摔一个毋知长无。你来，甲你顺顺看看呢。应该是无啦，你来你行，我看卖呢。你这囡仔遐。都真好咧，对人真好，你迄落，我遮有一支点金草，我这个点金草来报答你。啥物是点金草啊？我着面甲点落，甲变金的啊，变好用哦。毋过我较早我嘛捌看过燕平老师咧。伊变魔术咧，你这是用啊变魔术？毋是啦，我这真正点落就会变金的啦。安尼我嘛是要做一个疑问呢。你点变金呢？敢毋好大家去倒转来？无咧，我若要食饭的时，点落我的饭头变做金的，我要安怎食？然后你倒迄个草倒下去就好啊，你就免举咧死个尔。安尼但是我个嘛想办法一个无妥当呢，是安怎？这变做金的，敢会变做转来？一点你都免烦恼，若要变做转来是400年后的代志啊。
嘛是安那400天，这病过来咧，伊就医治400天。当你这个400天了后，哦，伊就去变做转来，哦，你是石头就变石头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唔当，我无来，先让你无来，安尼害死人，是安怎？啊，我即摆甲变做金诶，哦，我摕来用叫做好势，啊，世界买物件拢有吼，买2工买当买2粒，哦，啊，但是咧，到400天后咧，摕着即个金诶人咧，伊向后尾变石头，哎，死人我较无啊，即个囡仔咧有即款诶自闭诶想法，伊有400天的功德啊。好，安尼我总算找到一个好诶囡仔来，啊，甲我来修仙练得好无？我修仙练得有啥物好？这吼，这我甲豆豆讲互你听，好，啊，即摆我敲出声来，啊，找条出来我坐咧啦，好来，啊，我甲你，安得啦。